Hello， 尊貴嘅珠澳灣業主，歡迎返到你喺珠海嘅高端住宅。真係唔愧為珠海版嘅深圳灣1號，由入戶大門呢度已經可以 feel 到非凡嘅品質，沉穩厚重嘅夾裝門流露住珠澳灣嘅高端住宅 DNA。坐喺沙發呢度就可以睇到一線海景，喺呢度睇書冥想，成個人好似浸喺大自然入面。270度環幕將珠澳城景引入室內，每日同城市光影相伴，周末叫埋家人同朋友過嚟一齊欣賞澳門璀璨夜景同煙花 show。前山河景框晒喺餐桌上，朝早食陽光早餐，夜晚食燭光晚餐，煙火氣同浪漫氣氛呢度全部有晒。呢個套間勁正，大衣帽間大浴缸係標配。夜晚對岸澳門燈火就係你獨特嘅夜燈，就連張床都係特別訂做，專利設計，唔方便出鏡，隨時聯絡我帶你實地過嚟睇啊！你一定會中意。呢個空間係我最 like 嘅，喺呢度創意工作，睇住窗外嘅風景，可以俾到你好多靈感。就算淨係睇住窗外放空都好舒服，成個人鬆晒。作為深圳灣1號嘅發展商，喺珠海打造嘅城市標誌性建築項目外立面用咗大面積嘅玻璃幕牆設計，成面影晒藍天白雲。1萬平方米嘅空中花園，參考新加坡高端海景項目 D'Leedon， 業主住喺呢度就好似度假咁。深圳灣1號同品牌物業管理，俾到你賓至如歸嘅服務。而家仲有少量嘅優質單位喺評論區留言珠海高端住宅，就可以拎詳細資料啦。歡迎 PM 我預約睇樓，置業大灣區優選樂圖居，關注翻我哋嘅 channel 啦，帶你睇勻灣區高端住宅。